好，来直播上出去吼，咱开始。今仔日要对1655年吼，1655年7月初7拜三吼，天气如同以前真热吼，平静。昨昏出港的台湾的领港员 Sick Peters 吼，今仔日上午试咧要将现在已经用旁起定的避台船 Pelican 号来甲伊引带入来港内，但是伫咧该避台船入港以前，伊搁再一次检查该船的食水的深度，发现讲伊的深度是11尺半，超过所想的迄个深度啦吼，因此无可能来进入伫咧东北边即嘛水深才11尺的即个港道内底吼。伊船搁加食半尺的吼，一礼拜就掉的吼，做对啊吼。所以咧，就带着该船去停留伫咧港外有一段距离的所在吼，并且派迄只领港船对该避台船载荷入港，请求讲明仔载早起还阁需要派这两只小船去该避台船遐去落货。迄时伫上帝保庇之下吼，希望会当除去所有你烦恼的即寡重量吼，意思伊甲荷落一寡落来的食水就袂遮深啊嘛吼。所以咧，阮赶紧对即只领港船来落货，并且命令该船和斯沃巴斯号一旦有机会，都要出港去遐吼，去遐落货就对啦吼。政务员 Verberge 今仔日又搁出发，载一寡粮食去巴吉港。即毋知啥物所在？夜间对西北风吹来舒适的凉风。OK， 不知有听到我的声无吼？7月初8拜四，有凉风对南方吹来吼。早起迄两只小船拢出港去到即个 Pelican 号遐吼，3年欢迎吼。毋知我有声无吼？若无声再甲我讲。讲迄两只小船拢出港去到 Pelican 号遐，咱即马读到7月初8吼。Swart 巴士号上午就对遐来落载荷转来遮入港，对即个北港道来入港的时吼。测伫水深是11尺吼，南港道已经袂当通行吼，伊安尼写，但是无写原因。再等下好落了，迄时 Pelican 号也真紧前来入港，约落伫下晡2点钟顺利来入港，并且来即个城堡头前来停泊。事先，迄只小船嘛对即只避台船来落货，并且互即只避台船会当减轻食水到10尺的深度。虽然如此，入港的时吼，迄时因为即个港道水深11尺吼，入港的时船队也是去磕着水底的土地吼，不过拢无破损吼。这两只小船拢落货咯吼。暗时啊，上述 Pelican 号就来遮挖靠站桥。好，有声多谢吼。有一个属伫国姓爷的新仔人。官吏叫做飞爷吼，坐一只篷船来到遮，咱来看下对注脚。讲即个飞爷可能是有些汉字，可能是就是步爷吼，步就是交通部吼，交通部即个步哩吼，步爷。对即段日记的描述，伊应该是陈成功的一个足重要的武将。陈成功要进攻台湾的时阵，伊的重要将领吼，只有5号来过台湾吼。无定即个飞爷就是5号吼，老太以后来考证吼，姓吴名号啦吼，啊毋知有啥物叫做飞爷啦吼。后来咱当然日记者讲有一个属伫国姓的新仔人官吏叫做飞爷吼，坐一只篷船来到遮，伊的前来。阮伫咧数日以前都有听到咯吼，就是伊要来即项代志啦，阮几工前都有听过吼。
大家都会使无看。都听过吼。今仔日伊来见长官阁下，受到真好的接待。翻译员何斌带着大官郭世爷所写互伊的一张真礼貌的批来互阮看，请长官阁下互迄个官吏伫咧处地治疗伊的推伤你看这郑成功其实伊迄当阵含即个荷兰人书信来往就是生理原来有咧做，迄当阵可能生理无啥咧做，我看因无啥咧做成，毋知啦吼，反正就是讲，郑成功今仔日伊毋是伫咧忽然间发现讲迄个台湾岛向占去啦，毋是，其实对伊来讲，这就是荷兰人本来就是已经伫台湾即个所在所以就是来侵犯嘛就是这海产规定来侵犯嘛来占台湾嘛好 ，OK， 咱继续看所以是一个讲起来就是土匪的行为啦土匪行径啦海盗行为啦来占台湾，这个郑成功另外，即人有写一张批真礼貌的批来互阮看请长官阁下互迄个官吏伫咧处地来治疗伊的骹伤，治疗伊的医生将会得到可观的报酬即张批也写讲，即个官吏是一个勇敢而且真有经验的战士。伊即个骹伤呢，腿伤啦是伫咧作战当中受伤的毋望讲伊会当。会甲骹伤治疗好，搁再转去英勇作战你看即个郑成功，稳将受报啦因为即个请求，就命令即个城堡的主治医生检查上述迄个官吏的腿伤，并且确实来甲伊治疗。该官吏该官吏遵照国姓爷私下的命令国姓爷你看，欠医生的时阵会来受到荷兰人该官吏遵照国姓爷私下的命令住伫咧河滨的厝，安尼互公司毋免因为安尼个意外个有啥物开支个安尼开销暗时甲夜间拢对伊即个西方吹来凉风，阴暗弹雷四若伊阁落雨。今仔日有一只航船，对处地航往本岛北边的敌插坐10个查甫人，咱来看觅再来新竹遮有啥物件？48稻米，55稻小麦，16篮糖，10袋柚布，70个铁袜，45捆的稻罐，4包鲜奶薰草，50支针就是针啦2罐鲜奶阿拉酒。好，7月初9拜5。今仔日有凉风对南方继续吹来，但是天气真热。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中国嘅28号对处地派去平湖的迄只高野船。伫咧今仔日要活中昼的时阵，转来到遮，水手长 Ox Peters 公船转来。该船伫咧中国嘅最后一天，就已经对遐出航转来遮伫咧本国嘅4号，捌转来到即个港岛头前，但是因为暴风雨甲即个大影所以呢又去航回去平湖。伫遐呢，因为海影遮尔大所以等到昨日才阁再度出航，因甲即个快艇安内姆伊顿号、米兰号甲斯瓦滕布尔号的主管甲因带转来毋是，甲因的主管所写来4张批，甲这4张批砸转来，毋是甲主管带转来甲4张批砸转来。上述迄寡船的第一只甲最后一只是伫咧中国个28号来到平湖，即寡书信拢毋是介重要，内容请参阅书信簿啊。迄只Villain 号顶头的人对巴达维亚被供应60个人10个月份的粮食，但是因对巴达维亚航往摩拉加迄段航程，船顶的人超过90个。
地球因的粮食减少真多，因此请求对此地来供应因4个拉斯特的米甲1桶的阿拉酒，也请求讲甲因迄只快艇的大副来调走，因为伊伫咧航行途中行为不良，并且另外派一个适当的人去接替伊。迄只 Swartboard 号顶头的人也请求讲，因为因自巴达维亚被供应60个人8个月份的粮食，但是航行途中船顶有160来，这个较离谱啊！吼，拄则已经足罕过的吼。明明做90个人供应60个人的食物吼，即嘛呢166个人，166个人供应60个人的食物吼。毋过其实伊供应8个月份吼，拄则是60个人10个月份，伊对一年吼驶船来台湾遮，其实是免遮久啦吼，所以但是因佫走去摩纳哥吼，伊毋是直接来台湾，敢若是先走某些摩纳哥，对倒位去再佫转，可能是对东京、对越南迄边摩纳哥，再佫说对越南吼，再佫来台湾的款吼，所以航程是较长啦，是偌长毋知啦吼。后来咱来看讲，所以因此嘛，请求对此地供应因1批米甲打的鱼吼，以及1桶的醋。而迄只阿雷姆顿号顶头的人甲阮讲，因的巴山斯 road 是啥物件？讲是船顶的器具吼，可能是要固定小炮的即个架啊，吼炮架啊就对了吼，可能啦吼。讲因的巴山斯 road 吼，含头前的即个尾旁的横杆吼，横杆啦吼，横杆横杆吼，袂当使用吼。因此呢，因请阮送其他的去互因来换吼。伊是写横行啦吼，当然即个行我横行吼，我讲横行你嘛听无吼，我毋甲你听无尔，我嘛感觉我嘛毋知我你念啥吼。好来，我先看一下行李伫甘利店甲我收，即种伫船顶的即种足特别的物件吼。卡比汉字行李，行就是行动，迄个行边仔一个徛目边吼，徛即个徛树仔边咧吼。哦，有即个行李吼，讲是厝顶弹簧的茶吼，就是横梁嘛吼。我就是拄则讲，哦，我是无讲横梁啦吼，是横，我是读横杆或者是横杆吼。行吼，行安尼就好啊吼，就安尼读个吼。伊有另外音是环，甲一个是红吼，红是大骹口吼，叫做红。啊，环是环肉面，环形直动啊，环行直长吼，横行直转，环行直长吼。讲即个环呢，就是含横贯公路咱所写的迄个横贯公路横共一字啦吼。其实共一字为虾米？除音尔嘛，除迄个行的音嘛吼。啊，横贯公路是取迄个黄吼黄的音嘛吼。好，问题就是读做环还是行吼？环就是阮的腔口读做环啦吼，应该是啦。好来，我来。查一个环字，我是要查甘利店的环。好，甘利店即个横贯公路的横字吼，哟，竟然有遮侪我音我是毋捌读过。其中高即字环字吼，会当读做船。船吼，你若有兴趣，咱看一下即个直播。船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
横切通过，例句是对草埔掠伫家己传过，毋捌听过，我今日学着吼。第二是切一部分起来吼，咱来看例句讲，传戏杀。第二个例句讲，猪肉对边仔传一刀啊，传。我是毋捌听讲传啦，猪肉是听过撩，撩一刀仔猪肉，撩边仔撩一刀仔起来，传悬。第三个意思叫做横夺啦，比如讲传悬，传悬那是夺权，传悬，互人传去，被人抢去，互人传去。这大理大书练修的但是我毋捌听过呢，一个是行，一个是怀，或者是阮拄则讲回我讲阮的丘教读回江牛丘读怀也是怀啦好，横还有一个是读做行，但是行是一种特别的词啦特别的词，讲是船顶顶的架间一个compartment 叫做行譬如讲头行、无行搁一个叫做一拉行，这一拉行是什么意思？我看有解释无？我特别若要现日本版，就找无，这是到底是怎对？我食哈。探偵またはジャンクの船の仕切りジャンク是什么意思啊？junk，junk，等下我搁转来看一下，junk。我现在唔知这。这半形是安怎拍啦？我都袂晓看。半形袂晓拍。junk。junk，
毋是半形，是即个。好，放弃，我真正放弃。探偵またはジャンクの船の仕切り。这就是迄个形。伊拉形是小船的舳先の仕切り。头形是先到船头的船の仕切り。仕切り会当查者吼，仕切り，仕切り，仕切り是 partition、division、boundary、compartment。我拄则讲迄个船舱叫做 compartment 吼，仕切り就是这吼。所以呢，船的仕切り叫做一形吼。船的 compartment 船舱啦吼，头形就是船头的仕切り，尾形就是船尾的仕切り吼。OK， 这是专有名词啦吼，形啦，我今仔日才学着啦。虽然以后嘛可能袂用着吼，主要是环圆吼，这一定要读啦吼，或者是环圆形嘛有啦吼，形嘛是有吼，形是过来是我要查即个关字，关，阮叫关啦吼，南部人敢若叫做关 ，KUINN。我甲讲坏关嘛吼 ，KUINN。因为我毋知伊收对一个，我着查一下。试一个吼 ，KUIN 无收 ，K 关 KOAINN。好 ，KOAIN 吼，伊是收关吼。关是收伫其他腔口吼。关，譬如讲移关，例句讲移关，鸟仔休关，安尼讲听有吼？鸟仔你休的，小鸟你饲一个鸟笼仔内底你休的迄支横木，就叫做休关吼，伊安尼写吼。我会讲会关啦吼。阮的叫会讲会关啦吼。会关还是会关？这分袂出来哈。OK， 关啦哈，关。OK， 这就是关。阮讲关门，南部讲关门吼。当然，这个关门的关是另外一个关啦吼，和这个关无关系吼。来。咱倒来一只讲，迄只阿雷姆顿和顶头的人甲阮讲，因的北山 road 和正位旁的环形袂当使用吼。因此，请阮送其他的去互因换。比如迄阵Pelican号继续活伫储堆站叫你落去，暗时又搁落雨了。7月10号拜六。1655年，咱读半年去哈，1655年就是有咱读较慢吼，每一工拢有。即嘛无咧技巧较侪，但是吼，一寡哩哩扣扣的代志吼，写一堆拢无系统，今仔日写一寡这些代志，明仔写一寡的代志吼。好，7月10号拜六，微风由原轻轻来对南方吹来。即个港道也未平静落来，迄只霹雳也未平静，种用个足大意思啦吼。迄只霹雳干号也搁咧落雨，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海，坐12个大埔人，再有1289斤鹿仔肉，5660斤咸鱼，1050斤的福尔摩沙丁，2道麻仔70斤油。500斤糖水，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片湖，坐15个大埔人，再有2罐
时若的后热酒，20担茶。要暗仔落寡雨，暗时啊凉风对北方吹来。我今仔日搁记一寡笑。7月11号礼拜日，今仔日上午伫教会公开纪念阮的主，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最后的暗顿。这是安怎？读较歹去，还是安怎？今仔日食最后暗顿？7月11號，OK， 7月11號，對啊，閣偌濟是3個、4個迄當陣啊，7月11號為什麼是最後暗頓？伊伫寫啥？因為閣偌濟就是耶穌基督叫定死了3天閣活，最後暗頓就是伊要定死的前一暗所食的，迄叫做最後暗頓。好，微風對西北方吹來，暗時啊，海水非常的即個影真大吼，又閣落一寡雨。7月12，無使7月12，兩三句啊，讀個就過爾，我互伊寫者，我再踮遐頓地。7月12拜一，海上含即個港道攏非常的汹湧吼，海影誠大吼。頓地若早者吼，頓地即個詞呢，我甲阮某學的吼，我雖然毋捌聽人安尼講吼，但是阮的腔口敢若毋是頓地啦吼 ，TUN 第三聲地 T， 我敢若頓甜的款啦 ，TIN 泉州腔，吼，泉州腔是咧頓甜啦吼，講是囡仔師奶毋聽話叫做頓甜毋行吼，頓甜毋行吼。但你老師聽咱鬼說咧吼，含我拄則講，我拄則講的迄頓地就是停亂，無繼續嘛吼。咱來看一下找台語有其他的鬼說，當然是差不多意思啦吼，但是頓第三聲 TIN 第一聲。Marino 講猶豫不前吼，頓甜的東西吼 ，hesitantly, undecided, makes excuses or objections. A person told to do something. Hesitantly 就是求讀嘛吼 ，undecided 就是一直無法度做決定吼，頓甜就是安尼 ，makes excuses or objections。後壁括號寫講 ，a person told to do something 吼，就是當人叫你做啥代志的時候，你當 make excuse， 你當要找借口，或者是毋去做安尼吼，即個頓甜吼，遲疑啦。我看台華線頂書店的華文對應是遲疑、躊躇、停頓、挫折吼，攏會使。好，咱轉來第幾隻吼？一頓茶，即嘛7月12，即嘛個好。7月12拜一，海上含即個港道吼，攏非常影非常的大。看一下時間，上午有涼風對西北方吹來吼。上午涼風對西北方吹來，下午對北方透強風，霹靂根號對巴達米亞，對巴達米亞吶。下午對霹靂根號對巴達米亞再來處理胃肝甲一寡其他荷爾蒙，今仔日對即隻病毒陣來甲落落，提起。病伊後面適當的甲保存起來，還閣要落一寡，還要閣落落來，敢若剩後一批的瀉吼，閣一寡瀉愛落。
今仔日又搁开始重新咧修改，并且用中文伫所有应该打告示的所在来打出。Nicholson Verber 阁下担任长官的时代，伫1651年5月5号对农夫和厝地几个重要头家发布的一道即个报告吼。因为阮又搁觉察着讲，有人又搁开始来跟到即个古老邪恶的即个骹步，就是有一寡公司的人吼，即寡人阮拢捌透透吼。即寡人呢，需要有一寡公司的人呢，需要用糖来形因所收取的商品。但是因交糖予公司的时阵，却是用别人的名义来交糖，用即个无公正的手段来延钱，来行劳效吼，就是行效吼，用即个手段来延钱吼。因此呢，来延钱，因此呢，现在又搁像以前安尼吼，以体法来禁止即项代志，并且根据即个报告。迄寡有领金钱的公司啊，吼，迄寡有省有领钱的公司啊，若被发现讲私底下卖糖予别人，并且用来欺诈别人的即个用来欺诈其他的即个债权人，吼，也要受到共款的处罚。其实伊顶头讲的即个。讲是古老邪恶的即种做法啊，我实在是看无啥有。讲应该爱用糖来行所收取的商品，但是交糖予公司却是用别人的名义来交，用来延钱、行劳效，看无吼，在即个是啥物手法吼？要暗嘛，政务员 Cornelis Verber 对巴西狗转来到遮，即个巴西狗咱正太像看到讲，即个人即政务员去巴西狗吼 ，BATSIKAU 啦，毋知啥物所在吼。因要暗嘛，今仔日要暗嘛，已经转来到遮吼。报告讲，后面伫遐所建造的迄个哨所，现在已经按照以前所看过的设计图真用吼，真用来起伫遐。已经起伫遐起线吼，完工啊！伊甲迄两个士兵含伫遐的粮食留伫迄个哨所，所有的原住民拢互送伊直到因的村舍消人。暗时啊有凉风就是伊个故事到遮结束吼。暗时啊有凉风对北方吹来，也落一寡雨。好，7月13。拜二上午，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由长官阁下调集，伫会中接纳认可最近坐的快艇安尼姆顿号对巴达维亚来到遮的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yden 来做董事。详细经过情形，请参阅有关的决议录。今仔日也特别努力来装糖吼，去迄个瓦克站桥比对准佩利根号顶头，游园有凉风对北方继续吹来，海上波涛非常的汹涌，伫遮啦，海上是起大涌啦吼。7月14号，拜三乌阴天，风对西北风吹来，落蒙蒙啊雨，迄只佩利根号顶头所存来的雪已经落来了。中昼真突然间透起一个强风，落一个急迫吼，落急迫急骤的雨啦，骤雨啦吼。我来查一下这个骤要怎读。骤读做骤雨，马
马啦，马跑走真紧，叫做走哦。另外一个词叫做青筋嘛，叫做走。青筋是啥物意思？赶紧哈，赶紧走，两边就是走。豆豆应该是豆豆那变走，那变紧，豆豆是豆豆来的。好，来查一个，这个走有一个规则叫做青筋，我来查看青筋什么意思？大力大词典 CHHINN， 拢是第一条吼。青筋，汉字吼，青就是生活迄个生，筋就是瞠目折舌迄个瞠吼，瞠目折舌怎样写？一个真假真加木字边吼，真假真木字边青筋吼，青筋呢，规则是目睭变圆或者是变色吼。例句是问甲青筋起来。第二个就是军师的看人较青筋吼，就是目睭爱吼，规个爱剃大蕊安尼变圆变色嘛吼，问甲青筋起来吼，问甲遮尔认真就对啦吼，问甲目睭拢已经变圆起来吼。第二是忽然间发生偶然，拄则讲做嘛吼，做就是忽然间吼。所以青筋就是有原来忽然间发生，或者是偶然。例句是青筋病，所以青筋病就是疾病吼，忽然间发病吼，青筋病吼。OK 哦，我嘛是今仔才学着吼，青筋病，青筋雨，我拄则讲作物嘛吼，所以作物咱会当讲青筋雨，白话讲青筋雨。希望各位记起来，后回我问的时阵，各位会当甲我小甲我提示一下吼，因为我少年，我比各位较少年嘛，较少年吼，记袂起来吼。青筋起价吼，青筋起价就忽然间起价啦吼，就即马在通货膨胀吼，通货膨胀，大家毋知安怎讲吼，就钱无力啦。我伫咧平常时生活中吼，白话讲啊，钱无力吼。若要讲台语安怎讲？就是通货膨胀啊吼。你若今仔要讲迄个啥？空珠杯就是一字读就对啊。然后啥什么台语安怎讲？台语安怎讲？问的就是讲白话要安怎讲，毋是讲迄个字要安怎读啊。逐字咁嘛要读通货膨胀是绝对是字袂晓读，膨胀啊，膨胀袂晓读对无？膨。甘米店早一个对是袂晓读，拢要查出来吼。所以吼，莫阁不要玩这种游戏啦吼，莫阁安尼问这种囡仔耍的这通货膨胀台语要安怎讲？袂去查甘米店。当你真正要问的是讲哦，咱白话要安怎讲的时阵，迄就真正是爱小想一下，或者是爱查一下台语大词典吼。OK。我拄则读毋对啦吼，是平吼，膨胀迄个膨是平吼，平重呢？重是水里平嘛，三点水嘛吼，重或者是重就是重，然后伊有白话音啦吼，但是比如讲长、甜、阴吼，即种白话音啦吼，有诶是即种。意义啦吼，意义是安怎讲？训读啦吼，音就是训读啦吼，重是文音嘛吼，所以拄则讲膨胀吼，膨胀嘛吼，通货膨胀吼，通货膨胀吼。
啊，作物呢？作物台语要怎讲？作物你若要读台语音，就是读作物。你若要问讲台语白话要安怎讲？今仔日咱学到一个叫做青金雨吼 ，OK， 知无？青金雨吼，我要查青金雨，我要看原文扫描是伊个青金雨啊，青金雨，青金雨啦吼，一下青金雨。最后一个例句是青金起，青金起啊，青金起价啦，青金起价。但是我看日文版，伊是无即个价字哦，敢若写青金起啊，规则是安尼意思哦，对啦，就是忽然间起价我拄则为虾米讲到通货膨胀就是因为即个。讲钱无力嘛，因为即个青金起价中昼前忽然间透起强风，落起青金雨即个强风抑阁持续真久持续伫台语的白话要安怎讲呢？我用这台语查一对应中文持续连续3连续，而且我进行查过嘛。这个强风佮连续咧吹了足久直到海上的波浪也对南方翻滚不已这个港岛也非常的响应港岛的影非常大啦因为即个风雨，上水迄只霹雳根号今仔日拢袂会当装好，暗时风力略有减弱。7月16，时间10点14分，毋是7月15，拜四大部分也是小相的风甲天气，海影也对南方翻滚而来。虽然如此，迄只霹雳根号也有装真侪即个。真侪箱藏起哩总计现在已经装400箱因此船长 Andres 和迄个领工员拢认为讲，即只避雷船袂当阁装阁较侪好无论是糖或者是落泡，阁拢袂当阁装以免伫讲食水加伤深来迄个做对啦现在会当紧出去港外去停，然后再阁用小船载落泡出去港外去装船。这个意见被采纳因此就命令这只避雷船停止装好，要准备好若天气好，就要尽量紧出港。也命令迄2只小船准备好要出航的代志。暗时阮就听到天顶危险的弹雷声。7月16，拜五，海影也是真大，此外天气平静，透南风。要暗嘛有落一寡雨，我无法度理解讲无啥物风影响会遮大，还是有啥物代志发生好，7月17拜六，即个台湾港岛也是影非常的大微风对沙人风吹来，天气炎热。上午，即个城堡尊贵法务议会开会，中昼有2个原住民对本岛北边的淡水经由陆路来到遮，因是被伫遐的主管 Peter Elsevier 先生专程派来送批。即张批速期6月30号，阮总理得知啦阮总理知影讲对即张批知影啦公司伫迄边的状况代志也算好大致还好，有来讲，伫遐情况算袂歹啦。大致我煞袂晓翻。大约大概
台华线顶书店的啦。台华线顶书店呢是一本，我毋知影到底是伫倒个书店啊。应该知，对我较早敢若捌电来看着，因为较早可能我直接查一下台华线顶书店即本书店。台华线顶书店，台华对应综合大书店，台华线顶书店。哎呦，这个台华对应综合大书店吼，这是信网来的一本另外一个杂讯的吼，我那甲 bookmark 起来。伊就是干那要互你找对应华语的这种台语的讲法吼。来个 bookmark， 加入书签，加入好。安尼我过来查一下台语汉罗。无来查一下膨胀好啦，膨胀我看台华对应，查对，底下。无大致呢？毋是，歹势，我毋是无啦，我拄则查毋着，刻毋着位，放着对个华语嘛，对应大约大概膨胀呢？平重力碰撞，我说拄则我讲碰撞对嘛吼，白话当讲碰撞吼，碰大吼，碰大，丈大吼，通和碰撞吼，通和碰撞，通和平撞吼。好，拄则是看了这本新的这新网个新的查法，试用一下吼。台华线顶书店到底是伫倒位呢？台文、华文线顶书店集合，结果呢，伫个找台语定咧收的定内底拢收一大堆的即个台华线顶书店，结果毋知伫线顶倒位，找拢找无吼。较早敢若捌看过啦。好，看一下时间，剩10分钟，咱继续读落吼。讲公司伫遐的状况就是对淡水遐派2个送批啦吼，原住民特别专工送这批来吼。古早时代吼，公司伫迄边的状况，大约还算好也继续维持着和平，也无听到迄边原住民中间有任何的纠纷。但是有互人非常伤心的代志，就是迄个地区的原住民，大部分的人拢伫严重甲无法度承受的饥荒之下，苟延残喘苟延残喘。咱来看，公司要安怎读？今日顶竟然无收即个汉字，苟。这太奇怪，竟然无。电脑是台语老师顶有收吼，头做“过”
或者是全腔叫做叫、苟且叫做苟请、求请。啊，什么叫做cố意？我们伊个咧写cố意啦，是毋是咱讲迄个人诚cố意，即个诚老实诚cố意，即个cố意我看嘛，看一下日文版。日文版是写讲是无，伊无规则，完全无规则。伊敢若是漳州腔叫做cố意。漳州腔是啥？Q 意着求意嘛吼。啊，这毋是拄则讲全腔读做叫嘛？结果即嘛只全漳腔变叫。好，果干什么意思？凊彩随便应付叫做果干，不能果干吼，袂使果干。所以这个果干是毋是文言词啊？不能果干。果若就是假使，果若有来吼，果若有来，或者是果树哦，你华语读做狗屎吼，狗屎就是假使和果若相款啊，讲意思吼，纵然吼，果树若无来会安怎吼？果树有来，果若有来吼。果树若无来会安怎？果树果若共意思啦。What if 就是果树果若吼。但是果树有写讲这是文言文吼，所以果树果若应该是文言文啊。平常时伫咧白话中可能较安尼讲吼。啊，但是你学起来，果干凊彩吼，不能果干。你看伊例句写咧嘛，知影这应该是文言词吼。不能随便应付，不能苟且行事，苟且是苟且哈，伊嘛写文言词哈，凊彩忽视哈，因循苟且哈，因循苟且哈啊，所以这是苟延残喘，咩那个苟延前的延嘛哈，延底的延嘛，苟延残喘。zan念的zan吼，喘气的喘，敢若即个言我去查一下，因为这声调我敢若读来无解着。第四字言吼，就是言啊，言长的言吼，言前吼，我真正敢若读无解着啦吼。言迟言长吼，但是伊无收言前，有啦，有言前啦吼，言前，前是伊是用那个牵线迄个牵哩吼，言前是延迟吼，或者是延长时间个言前吼，所以我这声调进行弹掉去，所以变调言1730253应该读做言前吼。好，言前啊，所以伫遮嘛是啥款吼？苟延残喘，苟延残喘吼，苟延残喘。好，咱转来是写讲，什么伤心的代志？讲迄啊，因为无法度承受饥荒之下，伫无法度承受的饥荒之下，苟延残喘，苟延残喘哈。情况严重到，为什么我连翻译都无啥物无爱翻？因为伊写文言词嘛，伊就直接甲文言文直接苟延残喘啊！我无直接安尼念，我是要叫安怎翻啦吼？当白话你通个想办法去翻，讲啊，伫即种情形之下，要用对一个词。白话词来，白话的表达法来表达吼。好，情况严重到讲有一个荷兰人翻译员发现讲，伫咧归人河沿岸的本纳社，归人河吼，台北吼，各位住伫台北，归人河沿岸的本纳社内底有一间厝呢，有8个人同齐
饿死伫内底，8个人饿死伫厝内啊吼，遮尔恐怖诶代志。用新仔人公馆诶迄只芳船载去诶迄差不多200大吨诶米，伫遐真正是来到拄啊好时阵吼。但是对遐尼侪诶人，抑是帮助无大，因为迄寡米一载到遐就被用现款拢卖了了，因此请求讲尽量较紧对遮佫载大量诶米去援助迄寡可怜诶人吼。伫过人吼掘着收所掘着收着诶即个土炭已经有9页要装满一只大船。这应该是批内底写吼。今年5月，某一只芳船对福州到淡水所在好真巧，因伫遐摕袂出任何的证件，因为阮去遐就是为着要贸易，所以呢，就互因和平转去因的国家，请求来互伊命令，以后对这种代志应该安怎来处理吼。就是批里写讲啊，这种代志发生了，是要叫阮安怎处理吼。该主管含几啊其他要员亲自去调查过迄附近的森林，但是拢无看见像此地传说，讲已经会悬到会当用来做围杆的树啊。关系到即个树林吼，即寡树林的事实吼，就是关系即寡树林的即个讲法啦吼，含其他较无重要的代志，请参阅即张批。因为内容伤侪，伫遮就无爱记载吼。中尉 Jacob Bars 也伫一张简短的批内讲，批里讲伫过人地区吼，过人地区饥荒非常严重，暗时啊落一寡雨吼，差不多伫半年前吼，到半年袂记啊吼，差不多是几个月前、半年前，迄个。草莓灾吼，足严重诶！即马即个效果已经出现了吼，8个人伫厝里枵死。剩1分钟，7月18号吼，礼拜日，和以前相像影真大，因此迄个领工员无法度做任何诶船，落去即个港岛去测量水深，这互阮非常焦急不安，互阮非常。心内真烦恼哈，因为菲律宾号伫咧港内延潜遮尔久，也将会互阮第一帮船去耽误着出航的时间哈，就是要派往日本的这第一帮船哈。虽然如此，因为这个强风要继续，所以看起来这个情况还阁要延潜几若工。愿上帝赐互阮好天。暗时啊，又搁落雨咯，敬拜上帝日子。7月18号，今仔日读到遮。7月19，明仔载再过来。好，无啥物笔记啦哈。钱印伤用哈，钱变薄哈。好，来。我来关房咯，感谢各位哈。